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地产有几个重大新闻呢，或者说有几个大瓜，非常劲爆啊。第一个大瓜就是万科再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站到了什么风口浪尖呢？就是站到了暴雷的风口浪尖，又站上了这个暴雷的舞台。最近关于万科的这个传言比较多，首先一个传言，万科正在疯狂的找债权人谈展期，但是这些债权人都不同意啊，谁都不想担风险。结果谈完了债权人不同意，消息泄露，结果导致万科的美元债暴跌。首先一个万科的美元债暴跌，这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谈展期没谈成，导致这个就不得而知，这都是谣言，小道消息，遥遥领先的预言。第二个就是最近有个新闻，我没有聊这个事情，就是说万科再一次在广州拿地然后这个就是民营企业开始积极拿地，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万科都已经在那咽气了，你还让他掏钱拿地，这中间肯定有缘故结果今天就有消息传出来万科那个地以前就是万科商业用，不是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大家知道吗？你开发一个万达出来，谁去卖给谁你怎么经营万达现在都是要死不活的，你再搞个地标出来有什么用呢？你搞住宅用地，好歹你还忽悠个韭菜去买，你还可以忽悠个政府去收储，你搞个商业用地有什么？所以他那个地就没开发，现在行情不好。现在呢，广州政府为了把它解困，把那个地的性质给它变了，给它改成住宅用地，那一下就救活了，也不能说救活，就有了活路。你把它改成房子那这个你要这个土地用途性质变更，你再走个流程，然后万科又拿到那块地，把那个地退给政府了，政府把它改成住宅用地，完了万科又把它拿到了，你看看这是变个花样，这实际上是帮万科解困，不是万科有钱了又去拿地。大家可以看看万科的这个股债双杀，所以万科的情况没有改善，反而死期越来越近。我一直说这个万科它不是他自己不行，或许万科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万科还是个不错的房地产股，它要暴雷不是万科自己能决定的，是这个环境。目前楼市低迷，所以我一直说你救这些房企你救不了，你只能延缓，对吧？去年该暴雷的它没暴，那你把它延到今年，今年扛住了，明年它扛不住，因为你延缓，你无非就是借新债还旧债，但这个债是要还的，你总得到期要还的，你最终还是靠卖房子，你得把房子卖掉，你把手上的地把它变成房子，还没有开发完的房子也得开发完，然后还得卖给韭菜，你这样才能救它。万科现在是股债双杀，到了年底又够呛了，看看能不能扛得过明年6月30号。大家记得今年3月份吧，传言万科对吧，带着深圳的领导到那个他的债主那儿，他的债主主要是险资都在北京，那险资通过各种渠道把钱给到万科，现在要到期，他跑去谈展期。我记得一个新华保险，大家都怀疑是新华保险不给万科展期，导致万科要暴雷，新华保险赶紧跳出来辟谣说没有，不关我事。大家还记得吧？还有很多现在又到了谈的时候了，说年年都得谈，因为你债总得要还。彭博社又报道这又是小道消息，说中国银行业监督机构据报已要求国内最大的保险公司上报万科的财务敞口，以评估这家陷入困境的房产开发商需要多少支持来避免违约。彭博社星期三12月1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上述审查工作已在数周前开始，涵盖了万科发行的债券和私人债务的持仓情况。所以我说这半年里面那些什么邮储银行、招商银行给万科借钱的，然后拿万科的那些二级公司子公司股权做抵押的，现在是瑟瑟发抖了吧，紧张了吧？你想你拿它股权有什么用二级公司的股权呢，质押给你，明年6月份不报，明年底还得来一出，就是年年都这么干，直到你债还完为止。问题他还不了，万科有几只美元债2025年到期，就这些债的跌幅最大，因为大家担心他还不起了。第二个新闻呢，就是万达的王老板和他的白衣骑士孙老板彻底的掰了。中国房地产报是这么报道的他说王健林又被老友追债，大家还记得吧？苏宁易购万达给告了，还有永辉超市把万达给告了，这曾经都是小甜甜现在已经成了牛夫人。成为牛夫人的还有融创的孙老板，对吧？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反正都是由小甜甜变成牛夫人。房地产报是这么报道的他说又一位昔日盟友与万达集团对簿公堂。12月19日消息，融创集团已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仲裁，要求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万达商管支付股份回购款，就是对赌协议嘛，要他履行对赌协议。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该事件属实，仲裁申请已被受理。那融创和万达这个债务是
从何而来呢？2014年12月，万达商业在港股上市，这个咱们介绍过了啊。后来王健林认为港股估值太低，割不了韭菜，回沪市割韭菜那才叫厉害，对吧？这个360呢是周老板，不就从纳斯达克回沪市割韭菜，割得很爽吗？要搁在纳斯达克，估计快退市了。所以很多老板都看出中间的猫腻，纷纷啊从什么港股啊、纳斯达克，他要求回 A 股，然后那王老板就在港股要搞私有化，也就是退市。退市就是把人家公众手上那些股份全买过来，出钱买过来，然后跟你们都没关系，退市之后再重新在 A 股上市。那么退市要钱呢，你把人家手上股份买过来花钱，这个钱谁出呢？那就是那些战略投资者，有苏宁易购啊，有什么泰蒙，还有碧桂园，还有腾讯，当然恐怕就有这个融创。根据万达商业私有化项目书，万达商业计划在2018年8月31日前完成上市。如果公司在退市满2年或2018年8月31日之前未能在内地主板上市，万达集团将回购全部股份，并向海外及境内投资者分别支付12%和10%的利息，就是股实债。表面上看投的是股权，但是一旦上市不成功，那它就变成债权，你得回购回去。回购完之后，你还给人家1年10%或者12%的利息啊，这就是对赌条款。那万达商管回 A 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了，一波三折，最后也没成功。那在这个过程中，融创是投了多少钱呢？融创是投了95亿，持股是3.91%。后来啊，这个王老板和融创、苏宁易购、腾讯重新签署了新的对赌协议。这个对赌协议就是要求万达商业在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上市，上市地点不限，也就是你在新加坡上，你在港股上、A 股上都行。投资方还要求万达商业不可以更改其主营业务。2019年租金的净收益要达到190亿元，如果低于这个数据，投资方有权要求万达方面给出现金补偿。你看，你业绩还有要求。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后，万达商业改名为大连万达商管。后来永辉超市也来插一杠子啊，从这个大连一方集团买了股份入股大商管。再后来啊，万达又引入泰蒙投资、郑裕彤家族等22家投资者，这个又是对赌协议啊，其中包含利润保证、回购等等这个对赌啊。2023年12月12日，万达商管与泰蒙投资集团宣布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今年3月正式签署投资协议。万达商管获得600亿元战投，化解了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对赌危机，代价是其对珠海万达商管控股比例降至40%，丧失了绝对控股权。另外60%股份由投资方泰蒙投资集团持有。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苏宁易购、永辉超市都对万达提起了诉讼，要求他回购。针对苏宁易购的起诉，万达集团回应称，苏宁方面并无要求万达回购相关股份的相关依据，万达也没有义务回购。苏宁方面所持有万达商管的股份已被查封冻结，客观上不具备回购股份的可操作性。有分析人士称啊，京东、苏宁、融创投资的是珠海万达商管母公司大连万达商管，因此不在珠海万达商管2023年到期的对赌协议范围内。而2018年京东、苏宁、融创与万达的对赌协议中究竟有无回购条件，是决定仲裁结果的关键。这个协议咱们也没看见，所以这个仲裁结果吧，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王老板他的窟窿啊，远比大家想象的。泰蒙投资把珠海商管60%的股份给接过去，搞了600亿。当然这个都是啊，以前的债转成股，转成债，都是报表啊，数字上腾挪，实际现金恐怕也没多少，人家不会往你追加现金啊。找了2个冤大头，是阿布扎比，对吧？中东的土豪，让他们带点钱进来，带他们玩一下。因为中东的土豪他对咱们中国的这商场非常感兴趣，他不了解，他以为这个中国的商业业态跟那个阿联酋啊跟他们差不多，他不知道咱们已经转到线上了，所以这个中东的土豪好懵啊。那泰蒙他也帮不了王老板，王老板自己的屁股还自己擦，他的窟窿大得很。所以你看啊，我记得上一次永辉超市把万达一告，我就说了后面啊肯定会有其他人告，因为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个就是发令枪，有一个人下手，其他的债权人不下手你就晚了。他钱不多，就那么点钱，人家先下手围墙，法院一查封一分，到你这没有了，那你找谁去啊？所以说只要有一个人下手啊，这债权人就这样，再好的关系对不起，亲兄弟明算账，有别人下手了你就不能怪我，我也得下手。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融创他的对手不一定是王老板了，他的对手是永辉，他的对手是苏宁易购，有这些人在前面抢跑，
吃的就那么多，他们先上去吃了，融创就没了。融创自己在渡劫啊，95亿啊，所以他能不高吗？等不及了。这个王老板啊，彻底的暴雷，没有办法翻身，因为一个是永辉，一个苏宁，一个融创，后面还有啊，对吧？那些平时不报道的债权人，你也搞不清他跟万达之间有没有合作，有没有债权关系，但是这个时候都得去告他。自从这个永辉啊射了第一支箭之后，后面可以真的是叫万箭齐发。大家想一想，2016年、17年，孙宏斌对吧，骑着白马拯救了王老板，把王老板手上的文旅啊全部接走了。结果融创还先爆雷，万达是后爆雷。现在两个人啊开始打起了官司。大家还有印象吧？恒大刚爆雷的时候，媒体天天吹说万达王老板多睿智，躲过了一劫又躲过一劫，现在安然无恙。大家有印象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天天做节目就说了，鞋适合不适合脚，只有脚知道，谁疼谁自己知道。说王老板成功上岸的太早了，覆巢之下安由完了，整个房地产经济不行了，怎么可能还有过得滋润的呢？你果然你看万达它滋润吗？王老板现在瘦成什么样了？手上的万达广场疯狂甩卖都解决不了问题。有很多人不太了解，每一个万达广场它都是个独立的项目，它都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对吧？它有自己的这个债，你把它卖掉，你能回来的现金非常有限，因为你卖了钱之后，你先还这个它本身的负债。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的万达广场实际上都是银行，都抵押给银行或者抵押给其他债权人，你得还这个债，还完了之后留下的现金，你才能拿去还别的债，那能留下多少现金啊？所以王老板疯狂的甩卖这个万达广场，也解决不了问题。万达、万科，你看都不行了。说明什么呢？到了年底，资金的紧张是加剧。你看暴雷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年底，大家都缺钱，都要钱，年底到了清账的时候。第二个说明什么呢？你救楼市救到现在缓解了吗？从供应端来说啊，就是从开发商这一端来说，根本就没有缓解，开发商只是被延长了半年、1年，继续暴雷，对吧？大步走在暴雷的路上。无论是万科还是万达，能救他的不是银行，也不是政策，也不是佛祖，能救他们的只有韭菜。我一直强调啊，能拯救他们的只有韭菜。韭菜不买房，他们迟早都要爆。不光万科要爆，万科后面的这央企也得爆。万科爆完了，后面就是央企。只要韭菜不买房，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懂。你韭菜不买房，房价要下行，你这些央企手上的资产都在贬值，但是你的负债是刚性的，对吧？你欠100个亿就是100个亿，还得加利息。但是你这边的资产在缩水，你谁能扛得住啊？他不别爆雷，然后他想把这房子卖掉，回来现金又卖不掉，没人买。过去开发商风风火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开发商一个比一个牛，是因为那边资产在涨价，债务这边是刚性不动的，还是100亿，加上利息100亿，这边资产100亿涨成200亿，涨成300亿，你说说他那个净资产，他那账上钱是不是越来越多？那是资产在涨价。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资产在缩水？你只要记住这一点，资产在缩水，你怎么救这些房企？救不了。这房企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手上的资产全部处理掉，卖掉，变成钱，不能让它再缩水。那问题是你要把这资产全卖掉了，那你公司干啥？就得关门啊！你还开发啥？你不能有土地储备，你要土地储备了，那在贬值啊！所以说这个资产下行的时候，这些企业不管你是好企业坏企业都受影响，都要爆雷，只是先后的问题。等到万科爆雷了，那后面就是央企。不要急，韭菜不买房，啥也解决不了。你让韭菜买房，你就必须让韭菜的收入涨起来，让韭菜对未来有信心。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这2天网上炒的比较多的，叫多地官宣取消公摊。12月17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发文明确说，取消商品房销售价格限价机制，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逐步推进取消公摊。衡阳啊也发了这样的文件，说2025年1月1日起，商品房销售实行套内建筑面积计价。我看了一下很多报道啊，这个取消公摊、套内计价这两个完全是混淆概念。严格意义上啊，公摊是取消不了。你小区里面的花园，你那个小区进门的大厅，这公摊怎么能取消呢？你怎么取消啊？我不太懂。你小区里面的下面花园，还有电梯房、楼梯、过道，那公摊你取消了，你不要过道是吗？那个公摊给物业了，物业买得起吗？物业掏钱买的公摊干啥？套内计价，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所见即所得，就是你买了100平，那你使用面积就是100平。你的房子啊，你进去量一量，你使用面积就是100平。过去你买了100平，它是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只有70平。那现在各个地方要求你按使用面积算，按套内计价，你不要按那个建筑面积计价，不就这个道理？公摊还是有公摊，你不公摊，那公摊谁出呢？而且公摊越大，实际上改善型那个户型啊或者项目，它的公摊就是大。为什么
老婆舅你住着不舒服呢？就是公摊小啊，对吧？你一进那个你的那个房子那个大厅，像5星级酒店的大厅，那你说那公摊得多大吧？但是你品质高了，如果你一进你那个小区，你那个单元或者你那一栋房子，一进去就像进那个打怪那个洞一样，一个小洞钻进去，公摊很小，但是你的品质呢，对吧？这些都是简单道理。但是媒体为什么这么宣传？各个地方中介实际上就是让你造成错觉，实际上就还是忽悠你赶紧去买房。你看我们又改了啊，为了你们韭菜是操碎了心呐。这里面有很多误区啊。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啊取消公摊面积，如果新房啊这么做，它房价真降。大家记住了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房子它是1万1平米，它把这公摊面积取消之后啊，按套内算，他还按1万来卖给，这个叫韭菜占点便宜。但问题来了，他这就是暗中叫降价，实际上房子在降价。你要这么理解，有的开发商对吧，有的地方政府不愿意明着降价，明着降价会引起老的业主反对，老的业主要维权，对吧？我上个月买的还是1万3一平米，你现在降到1万，人家也来找事，他改一下，改成取消公摊，房价不变，那你买房子就合适了，相当于打了7折。有政府恐怕这么干，那是为了降价卖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总之你以前买这么一套房是100万，现在还是100万，你别管它怎么算，那你就没占着便宜，对吧？如果这样的一套房子以前100万，现在70万，对，你也别管它怎么算，你就占便宜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别看他怎么玩那些字眼，对吧？什么得房率，以前的得房率是70%，现在得房率100%，甚至还130%的，为什么呢？开发商还把那阳台包起来送给你，实际上这些搞法都是变相的降价，它不能明着降价，它是变相降价。所以韭菜买房啊，你还得搞清楚它是降价了还是没降价，对吧？总之你掏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没变。如果你掏的钱没变，他讲什么概念都没用，什么取消公摊，什么这个得房率180%，那都是扯淡。最后我们再看看一个媒体啊，叫大象财富，他报道啊，他说围猎北上广深老破小，总价100万就能当包租公。他的文章主要介绍啊，说这个一线城市豪宅成交活跃，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而大众视线的边缘被那些贴上老破小标签的刚需小房子，却在另一片暗流中涌动着热潮。这个易居研究院呢，一份报告称，一线城市老破小类型二手房价泡沫基本消除，从2016年初开始拉升，到2018年底19年的高峰，再到2024年1季度回落，价格已基本回归到健康状态。二手房泡沫挤出，叠加限购政策变化、首付比例降低等利好，老破小顺势成为寻求稳定回报的投资客和价格敏感刚需客心头好，尤其是房价绝对值依然相对较高的一线城市。今年11月，4大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均实现同比和环比正向增长，创下近年新高。老破小在这份成绩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说老破小成交量走高，甚至催生了新的流量赛道——老破小博主。不少年轻人在小红书分享自己抄底魔改老破小的经验，引起大量讨论。刚刚入住的老破小的吴静发布了相关帖子，留言量达到数百条，同好们在评论区交流购房装修心得。到底是谁在买入老破小曾经的垃圾资产，何以搅动一池春水？说投资客捡漏审盘。作为一名从业10多年的房产中介，张文康耐心等待目标出现。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市场上审盘，遇到合适的就可以出手。对于是否合适，张文康有2个标准：够得着，价格便宜。说上个月合适的标的出现，深圳罗湖一套小房子有意出售，正好符合张文康的要求，总价低，业主报价相比市场价格便宜近40万。原业主5年前买4.95万元每平米买入，现在3.8万元每平米卖给我，为什么不买？张文康认为，现在的行情往上求利润很难，但别人让出来的就是我省下的。它这里面有很多啊，什么总价100万上车一线城市，说抄底老破小不只是投资客，但通勤距离、对口学区、生活配套构成不可能三角时，老破小犹如一把钥匙，解开这道复杂命题，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老破小每一次成交都在讲述市场的另一种可能，这也让二手交易高潮迭起。总之啊，有很多人投资老破小，这在7月份杭州啊，老破小就掀起一股热潮，一会儿是深圳投资客到杭州买老破小投资，一会儿是上海投资客到杭州买老破小，一会儿是北京投资客，一会儿是杭州自己的中介下水
州买老破小。总之炒过一阵啊，实际上这都是在炒房啊。我认为老破小它承载了一部分刚需房的梦想。其实老破小总价比较低，有的人着急没办法，他要房子，他要结婚或者孩子要上学，他没有办法，他就买一套老破小过渡，这个是有。但是啊，说买老破小投资的，那纯粹是昏头了。就这个时候，除了北京、上海这2个城市啊，还在这个就是可涨可跌，还不太好把握，不太好拿捏，因为它的政策还没有用尽。剩下的其他的城市只有下跌一条路。现在经济都到什么形势了，还在做梦炒房？你4万5买的，你打算9万卖给谁啊？你能就那么相信3年以后经济就好了？有人出得起9万1平米的价格买你的，做什么梦呢？当然了，有一种人，咱们还得说清楚，有一种人他手上钱多，对吧？几百万、上千万的，他存银行也不合适，他分散投资，对吧？他拿一部分出来买一个这个位置好的老破小，放那出租，人家是作为一种叫分散投资一种策略，这完全不一样，对吧？只有你加杠杆，你贷款就买个老破小，准备融入投资，那纯粹是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吧？每个人抗风险能力不一样，所以你要笼统的说老破小有没有投资价值，第一个，你手上有钱，你不用加杠杆你就能买，那这个对你来说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就是你是为了规避风险，你买一半的资金去买老破小收租子，对吧？买位置好的，如果你加杠杆就不值了。实际上啊，北京、上海的老破小未来有冲高的机会，也就是它的限购政策全部取消之后啊，有可能要冲高啊，但是它要回落啊，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当经济冷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没人想着去北京、上海买房了。能想着到北京、上海买房的，还是因为经济还可以有热度，毕竟有钱人还是有。但是你不能不考虑经济极度低迷啊，就像那个日本一样，人口在下降，所以它也有可能啊，北京、上海一样的会下跌。所以对加杠杆投资的人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